歡迎收聽渣打市場快訊。渣打銀行播客系列隨時隨地為你提供市場觀點同分析。歡迎嚟到渣打投資觀點，我係主持人希蓮。美股正式踏入業績期，相信好多投資者都有一大疑問：究竟美股不斷創新高之後，仲有冇上升空間呢？首先講講我哋對於美股第三季業績有啲咩預期。盈利增長預計將會放緩去到8.8%，而第四季嘅增長可能會進一步放緩㗎。不過全年嚟睇呢，市場就調高咗增長預期去到接近11%。2026年嘅預期都保持穩定。通訊服務、科技同埋健康護理行業好可能會引領盈利增長，但可能你會擔心美國限制對華半導體設備出口會唔會影響美國嘅科技行業？根據各個公司嘅預測指引呢，分析師對於中國嘅銷售預測已經較為保守，呢啲預期已經排除咗呢一大嘅因素。而美國嘅人工智能投資預計抵消並且支持大部分嘅盈利增長，但係都要留意嘅，美國嘅投資者倉位同埋估值已經偏高，而且政府持續停擺，特朗普又試圖掌控聯儲局，加劇咗市場對於財政主導嘅憂慮。雖然我哋係相信人工智能驅動嘅投資浪潮會繼續推動科技股嘅表現，並且最終抵消呢啲影響。面對呢啲上述不確定因素呢，但我哋嘅組合係要點樣配置，係好多投資者需要考量嘅問題嚟㗎。我哋建議，若果本身組合過於集中喺美股嘅話，可以考慮將部分配置轉向其他市場，尤其係亞洲隨日本股市。市場正係調高當地企業嘅盈利預期，12個月嘅綜合預期目前正係已經跑贏其他主要地區，而且估值都具有吸引力㗎。另外，金價不斷破頂，受惠全球央行同埋投資者嘅結構性需求上升，我哋係繼續超配黃金。對於配置不足嘅投資者，建議回落去到$3850嘅時候，再逐步建立倉位。今集嘅時間嚟到呢度，感謝你嘅收聽。如果你對以上嘅內容有興趣，歡迎你點讚同埋分享。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多謝收聽渣打銀行嘅播客系列渣打市場快訊，詳情可瀏覽我哋網站嘅最新市場觀點，或者點擊描述內嘅連結。